Hello， 嘉琪姐講你知，毛囊數量一出生就固定啦，成年人大概有10到15萬個，用完冇得補，一定要珍惜。佢最主要分4種狀態，第一係健康嘅毛囊，生2至4條粗壯嘅頭髮，得髮線，超穩陣。第二，炎症嘅毛囊，有油脂，有頭皮屑，堵塞毛孔，頭皮痕，甩髮越嚟越多。第三，萎縮嘅毛囊，頭髮變幼，分界線變闊，髮量嘅焦慮就越嚟越少。四，閉合嘅毛囊，毛孔直接冇咗，頭皮滑捋捋，禿頭就嚟啦。記住，養髮千祈唔好等，越早做頭皮護理先係最好嘅。你嘅毛囊依家處於邊種狀態？快啲評論區話我知啦，教你對症護理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